大家好，我係 Edmond，想今日咧同大家傾下添喜大廈。嗱，添喜大廈咧呢個案例咧喺香港嘅物業管理裏邊嚟講咧，作為物業經理係不能夠不知道嘅。亦都咁講啦，其實所有嘅香港嘅居民咧、香港市民咧都應該要知道呢件事，因為點解咧？呢件事件咧、呢件案例咧，對於即係之後所引申嘅好多嘅問題咧，全部都係因為呢件案而引起嘅。嗱，添喜大廈喺邊嘅咧？就喺香港仔啊。咁啊，呢個大廈咧就喺1974年入伙，1984年咧有間酒樓，咁呢間酒樓咧就叫新好酒樓，就喺呢個大廈嘅1樓，咁個魚缸咧就擺咗喺出邊嗰個簷篷啦。個簷篷咧係合法㗎，入職嘅時候係有嘅啊。咁咧佢擺咗個魚缸喺度，咁啊1984年咧就已經咧就有呢個酒樓㗎啦。咁啊到咗1994年啊，即係74年咧就入伙，84年就入咗間酒樓。94年咧咩事咧？8月1號嗰一日咧，個酒樓咧因為做裝修，因為可能即係做生意做咗10年啦，有啲舊啦，咁啊做裝修。裝修嘅問個期間咧，佢就拆嗰個魚缸。咁啊拆嘅魚缸嘅時候咧，因為個魚缸係好重嘅啊，之前你都明㗎啦，因為好多水嘅，咁啲水咧就滲咗落去咧嗰個簷篷，咁啊導致啲其實都好多年㗎啦，嗰啲鋼筋都基本上都已經生晒鏽，嗰個裂縫咧就越嚟越大，咁啊最後咧一根稻草咧就卒之咧就冧埋啦，就咩咧？佢拆魚缸嘅時候咧，就連埋個魚缸連埋個簷篷一齊就跌咗落街，導致到當時係1死13傷嘅一單嘅慘劇意外嚇。咁咧呢單案件咧最大問題喺邊度咧？最大問題就係咧添喜大廈係冇買第三者保險㗎。嗱咁啊慘啦，死火啦！冇買保險，但係佢又係業主立案法團噃，咁啊〜可以想象啦，1死13傷嚇，個賠償額一定唔低啦，總數嘅賠償額去到3000幾萬。第一被告就梗係唔使講啦，業主立案法團。業主立案法團就係即係全體業主，咁啊所有業主同時要負上法律責任啦。咁第二被告咧就係當時嘅物業管理公司，第三被告咧就係嗰間新好酒樓嘅持牌人同埋董事總經理，第四被告就係嗰間1樓嗰個嘅租客嚇。跟住咧，第5被告就係1樓嘅業主，第6個被告就係拆魚缸嗰間工程公司。咁啊，呢紮人全部都俾人告，但係所有被告都可以清盤，唯獨有一個清盤唔到嘅，就係第一被告業主立案法團。咁啊，即係話咧，佢哋所有人咧就冚唪唥全部都孭晒上法律責任。1樓嘅業主咧就肯定要孭到最大啦嚇，唔使講，因為佢冇得走，佢未賣樓之前，佢都要負上責任。咁另外咧就係業主立案法團啦，即係全棟樓其他所有業主啦。咁啊1999年咧呢單案件咧就開審，審完出嚟之後咧就裁定全部都要負上法律責任，要賠償。最大嘅責任梗係呢個酒樓持牌人咧佔咗50%嘅賠償。咁但係頭先我所講啦，所有啲被告都全部清晒盤，包括物業管理公司都清盤走埋，清盤就冇㗎啦嚇，冇得追。咁你係有限公司嚟㗎嘛，咁咪冇啦。咁啊但係走唔到嘅咪就係啲業主咯，業主全部走唔甩嘅情況下咧就全部要賠啦。慘一件事就係因為佢冇買保險，因為當時嘅344法例裏邊嚟講咧，冇咁嘅強制要求咧，係一定要買保險嘅。咁啊，所以咧呢件事件導致到咧就係所有業主要賠啦，啲業主就好無辜嘅喎啊！佢哋喺樓上住，出意外嘅係個酒樓，佢做得唔啱，點解我作為業主，我喺上高住啫，我最多間唔中做下茶客幫襯下啫，我點解我都賠埋一份呢？咁樣平均嚟講，每戶最少都要賠18萬喎，有啲賠到30幾萬喎。咁啊，即係當然係睇你個業權份數啦。咁啊，最嬲尾咧就係法團咧清盤，剩翻落嚟嗰70幾萬都唔夠賠。嗱，其實咧佢法團已經賠咗500幾萬㗎啦。賠完之後，因為其他被告人咧全部都清咗盤。剩翻落嚟嗰2000幾萬咧，就全體業主要賠，咁啊承擔咧每個業主平均大概18萬，最少要賠18萬。咁啊呢件事件咧，咁啊政府要介入啦嗱，因為咧所有啲咁嘅小業主咧，啲全部都係苦主嚟㗎嚇，大家可以睇到啲圖片咧，冚唪唥走晒去示威請願啦，因為佢係好無辜㗎，其實佢真係冇參與到任何嘢，但係佢需要賠錢。咁啊賠錢嘅情況底下咧，咁啊〜政府又唔可以唔出手啦嚇，咁啊當時咧即係政府咧就冇辦法咧就要就諗到個辦法，就點咧？就幫呢啲業主咧同銀行咧低息貸款咁啊幫佢哋咧去同銀行借錢嗱，咁但係咧呢啲業主咧都要賠㗎只不過就係話有銀行低息貸款
俾佢哋幫佢哋咁解啫。咁但係咧呢件事件咧，其實有好多咧教訓咧，我哋都要諗得到嘅。呢件事件之後咧，政府修例，馬上修例啊，全部所有強制都要買最低賠償額1000萬嘅一個嘅第三者責任險啊，呢個就不能不做嘅。咁啊，第二咧就政府要強制要驗樓啦啊，咁啊當時都後尾咧都陸陸續續咧都需要咧，因為呢啲大廈咧其實佢已經都有翻上下日子咧。殘舊咧就一定㗎啦啊，咁啊所以咧就政府都要求咧法例上邊咧一個強制驗樓嘅條例咧就馬上咧跟住就去推動啦啊，咁啊所有咧呢啲咁嘅事件咧其實都有一個教訓啦，就算你唔係做業主，你係喺度住都好咧，你都要考慮一下你自己住緊嗰個屋苑咧，你個大廈咧到底有冇買保險先？喂，呢個好緊要啊嗱，首先如果你冇買保險咧違法，第二所有全體業主要孭飛㗎，要賠錢㗎嚇。咁咧呢個咧係好需要咧，你係作為業主嘅，你都咧真係要去咧問問你嘅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或者係委員啊，或者係問問管理公司到底有冇買保險啊，有冇做緊啲非法僭建嘅嘢俾人告啊？呢啲咧係一定要知嘅。咁啊希望咧少少嘅信息咧可以幫到大家啊。